是最新鲜的羊奶。哎呀，傅灵啊，你说金蚕子和多伦，我到底该相信哪一个呀？大汗，多伦殿下是你的亲生儿子，身体里流淌的是你的血，而丞相金蚕子，再怎么说只是个外人，知人知面，难知心。那我今天就和多伦好好的谈一谈。大汗英明，免得外人挑拨，父子隔阂，甚至铸成大错。事不宜迟，叫多伦来见我。7日之后的10月初10是个好日子，到时候你的大殿全部修好了，四方来贺的宾客也都到齐了。丞相，王庭送消息来了。下去吧。是，丞相。丞相，出什么事了？王庭来消息，说大汗一早就说要见多伦，现在已经派侍卫去牢里提人了。可汗要见多伦？昨天还说这辈子都不会见的，怎么今天又要见了？丞相，是不是有意外要发生？有可能是听到了什么风声，绝对不能让他们见面。丞相，事到如今，我们得当机立断。备马。丞相，我派人送出去的消息，你收到没有？收到了，在外面等着。是。丞相，这是为何？你还记得你的任务吗？我记得，7年前，丞相安排我进了王庭做御厨。其实有2个任务，一是及时通报王庭所有消息，二是不惜小人性命保护丞相。现在是你效力的时候了。那我的一家老小，你放心，事成之后，我再加双倍黄金送到你家。大汗，殿下已带到。你们俩也退下吧。是。畜生！你谋权篡位，暗害亲爹，你罪不容诛。父汗，儿臣的确忤逆不孝，辜负你对我的期望。但是图谋篡位，我想都没想过。暗害亲爹，更是不可能的事。我亲眼所见，难道你还要狡辩？你当面答应我斩杀那魏国妖女，背地里却将她私自释放，被我撞了个正着。你竟然铤而走险，与那妖女一起向我大打出手。父汗，在我的心里，的确放不下花木兰，所以出手相救。但是无题之死，他根本就不是凶手。那你为什么要将你的人埋伏在无题墓前？这不是图谋不轨，这又是什么？儿臣是想将金蚕子那些心腹一网打尽。你妄图篡权魏输赢。儿臣一心铲除金蚕子的势力，但怕他以命相夺。为了以防万一，我必须将魏淑营控制在自己的手中。你是想借用魏淑营的力量来谋？但如果说我图谋篡位，那是天大的冤枉。到底是谁害死了无题？父汗，儿臣已经查明，杀害无题的凶手正是大纳，而幕后主使就是金蚕子。啊！你胡说！金蚕子一心想要扶持无题继承汗位，他怎么会在战场上谋害无题呢？父汗，云中武川的失败，其实不是无题的决策失误，而是金蚕子一意孤行所造成的结果。金蚕子为了推卸责任，于是铤而走险，将无题谋害。还有这样的内情？
当时在场的将军、君主都可以证明。什么？我们可以开棺验尸，看吴提是死于剑下，还是被人下毒，真相就可以大白。金蚕子跟随我20多年，我竟然一点儿没有看出来呀！我真是有眼无珠啊！傅寒，如果我没猜错，关于我图谋篡位的指控也是金蚕子诬陷的。只要将我铲除，他便毫无顾忌了。唉，叫我大谈可汗英雄一世，没想到老了却落入这般困境。信任多年的丞相竟是包藏祸心之人，2个正当盛年的儿子却是一死一废。傅寒，你千万不可灰心，我们还有希望扭转逆局。你不用劝我，我知道我的骨头的确老了。吴提死了，那提也还小，柔然的未来在哪里呀？傅寒，你还有我，不管我的身份是王子还是庶民，我都会为柔然尽心尽力。你，哼！你被那魏国女子迷惑，岂能担此重任？傅寒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柔然好，我当之无愧。哼！要不是你，柔然早就拿下魏国了。不，我们所渴望的东西，不用战争，用和平的方式照样可以得到。天下百姓将免去妻离子散、家破人亡之苦。多伦，你还是一心想与魏国媾和？傅寒，难道你还不明白吗？从头到尾，战争对柔然一点好处都没有。真正获益的人，就只有金蚕子。金蚕子一心主战，根本就不是为了振兴柔然，而是利用战争为他的夺权之路清除障碍。傅寒，战争不是强盛柔然的唯一方式，而是别有用心之人阴谋夺权的工具。我们现在最大的敌人不是魏国，而是金蚕子。蚕子一定是做梦都想不到，我们父子俩这么快就联手了。是啊，他一定以为他奸计得逞，但有一句话叫做“置于死地而后生”。好，多伦，我们父子俩联手除掉逆贼，来，干了这杯！祝你旗开得胜，也祝傅寒永远健康平安。多伦，这酒里有毒！傅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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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傅寒。渣奴！丞相，丞相，多伦要杀我，快点救我呀！金蚕子，我就知道是你干的，是你杀了傅寒，抓住他！别动！
我压下去。是，走。哎呀，怎么回事啊？我看肯定是出大事了。丞相呢？不知道啊，我来的时候就没见到丞相啊。难道？丞相到！大家都到齐了吗？启禀丞相，都到齐了。我这么着急召你们来，是因为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们。我们的大汗已经归天了。啊？什么？丞相，昨日我们还见到大汗，虽然精神不济，可身体还是好好的，怎么会突然归天呢？因为大汗是被人谋害的。谁人害我大汗，我跟他拼了！丞相，凶手是谁？我要将他千刀万剐！对，千刀万剐！凶手就是多伦王子。啊，这！今日大汗将其从牢房中提出，准备亲自审问。可是多伦趁大汗不备，在大汗的酒里面下毒，把大汗毒死了。多伦篡位已经是大逆不道，现在又谋害大汗，罪不容诛。这个逆贼将至千刀万剐，都不足以解我心头之恨。那7日之后，就把多伦处以车裂极刑，为大汗报仇，为我们柔然除害。各位，现在大汗已经先去，多伦又沦为死囚，可是柔然不可一日无主。我提议由3王子纳提殿下继承汗位，大家以为如何？大汗召见多伦殿下，就是要跟多伦殿下好好谈谈。这父子俩都快和好了，他怎么会毒杀大汗呢？大汗，大汗，这不可能，一定是有人在搞鬼。我要去揭穿他们。保大汗上去坐。是。叩见纳提可汗。叩见纳提可汗。大汗，关于老可汗的丧礼，臣已经草拟了一份遗书。让开，让我进去！太妃娘娘不能进去。让开！太妃娘娘，多伦殿下是被冤枉的，多伦殿下不会毒杀大汗，阴谋，这一切都是阴谋，毒杀大汗的另有其人。可汗，如果没有意见，这些事情臣等就开始筹办了。好。土豆发，丞相，你就按照我们刚才所说的去办吧。是。大汗，丞相，臣还有一个提议。你说吧。现在纳提大汗还未成年，懵懂无知，难以独自处理政务。而丞相辅佐老可汗多年，尽心尽力，劳苦功高。如今纳提殿下继位，丞相更是责无旁贷。我提议由丞相金蚕子担任摄政王，替大汗执政，代行王权，处理一切任务。好，有丞相的辅佐，乃我柔然不幸中的大幸。丞相，这件事情我们也都没有意见。在半年前，我已经有辞官之心。老可汗说，现在是柔然飘摇不定之时，
我若辞官，就是不忠不仁。而现在，大汗尚幼，就算我本人去意再浓，也只得留下来。先汗与我有知遇之恩，我就是粉身碎骨也无以为报，所以我只有全心全意辅佐纳提可汗，来表示我对先汗的感恩之心。丞相说的极是，我等为丞相马首是瞻，为柔然尽心，为可汗分忧。丞相，就这么定了，我们一切听你的。对，我们一切听你的。这件事情还要等大汗定夺。大汗，你说呢？我肚子饿了，要回去。哦，臣得到大汗如此信任，那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各位，请受我一拜。未来的柔然还要仰仗各位啊！丞相当摄政王了，丞相当摄政王了，摄政王哇，丞相不行啊！真的呀？是，就是啊，丞相当摄政王了。丞相还真的当摄政王了。恭喜摄政王！没想到今天如此顺利，只是上天格外青睐于我啊。感谢上天，不如感谢我们自己啊！不是我们比对手强，而是我们比对手有更多失败的经验。这两强相争，就2个字，一个是快，另一个是狠。当初我就是不够快，也不够狠，还好，今天可以用我的教训帮助到你。今天的事你立了大功，我会重谢你的。你我同处一条船，帮助你就是帮我自己，何必言谢？说实话，在我心中，你以前只不过是对付魏国的一枚棋子，我没想到今天你居然帮我登上了汗位。能够与你携手，也是我的运气。属于我们的天下已经为我们打开大门了。这门虽然是打开了，可是要走进去还有一段路啊。我会加快步伐的。摄政王，什么事？福陵太妃怎么处理？福陵啊，今天纳提在的时候，福陵在外面大闹，说什么多伦是冤枉的，又说先汗正准备要重用多伦，我怕他继续吵闹，所以把他拘禁起来了。这个女人要谨慎对待。既然先汗宠幸于他，让他为先汗殉葬，那最合适不过了。不能这样做。先汗在召见多伦之前，曾向他透露过口风，未免出现后患，不能再让他开口了。现在外面的人已经议论纷纷了，这个时候如果杀他，这岂不是授人以柄？可是留下总是祸害啊！区一个弱女子，弱不禁风，谅她也不会掀起什么风浪，不如先留着吧。一来可以堵一堵外面人的口实，二来也许将来用得到呢。土豆发在，你把福陵软禁在后帐，不许他自由出入，也不能让他传递任何消息。是。这个福陵并不足虑，还有另外一个女人，我们也要谨慎处理啊。你是说花木兰？哼，她已经
逃出去了。你以为他还敢回来吗？凭我的直觉，他根本没逃，他一定还在。哦，这就是我为什么让你留下傅林，因为我知道花木兰一定会去找他。怎么样了？花虎，花虎，怎么样？有消息吗？你看，什么？多伦要被处死了！来人，所有人集合，马上出发！你要去哪儿？杀回可汗王庭！你不能去！你不要对我发号施令，我是多伦殿下的人，不是你的人。多苏风，我知道你一心想救多伦，但你现在不能轻举妄动。多伦殿下就要被处死了，你却让我别轻举妄动。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白白送死。送死总比在这里等死好吧？你不能去！不要你管！这事我管定了。让开！别以为我不敢杀你。薄苏风，你干什么？把他放下！早在黑山的时候，我就应该一刀砍了你。我当时真是够蠢，竟然下令全军，但凡见到你这样身形的魏军，有箭不射，有刀不砍。你下过这样的命令？那都是为了多伦殿下。可直到现在，我才明白，我这么做是害了他。如果不是因为你，他就不会是现在的下场了。他一次次救了你的命，可是换来了什么？他失去了兵权，失去了大汗的信任，失去了爵位，现在连命都要丢了。你居然对他如此的绝情，我真恨不得一刀杀了你。如果我的命能换多伦一命，我现在就给你。花虎，多苏风，我想救多伦的心比任何人都迫切，但是越是这样，我们越不能着急，越不能慌。越急越慌，就越容易被对手抓住破绽，落入对手的陷阱。如果我们失手了，那么谁救多伦？好吧，只要能救出多伦，我答应跟你合作。花虎，花虎，出事了！出什么事了？锦绣学堂被封了。那有茯苓的消息没有？没有，而且我听说，大坦可汗死了，那提继位。什么？大汗死了？是，很多人说是多伦王子害死了大坦可汗。不，这绝不是多伦干的。一定是金蚕子干的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锦绣学堂被封，茯苓的处境一定非常艰难，我们必须另外找人帮忙。谁呀？多苏风，眼下我们只有一个人可以求助。怎么又哭了？又为多伦伤心了？我都看见了。看见什么了？我在王庭旁看见了你。那时我正好有事要见大汗。在大汗中毒之前，你早就在那儿埋伏。你早就知道酒里有毒。你胡说！是你下的毒。你胡说！这是什么？原来你早跟扎努有联系，大汗的一举一动，他都会向你禀报。你乱翻我的东西！我现在才知道，你不是想要巩固你的丞相位置，你要的是汗位。既然你都知道了，我也不瞒你，我已经讨厌做一人之下，我要做万人之上。所以你要铲除多伦。是。武帝也是你杀的。准确的说，是我指使的。何钦图也是我雇人去劫杀的。怎么样？你要告发你的亲爹吗？你告发了我，
一定会被株连九族。你作为我的亲生女儿，难道能跑掉？你要告发我们父女俩都难逃一死。你还不如现在就把我杀了！来，你杀了我！你是我的女儿，你杀了我，我绝不皱一下眉头。我不要！你杀了爹，杀！不！我不要！我不要！看来你心目中还有我这个亲爹。你是我女儿，这些万世基业，以后还不都是留给你的？我不要！我不要！我不要！你现在说不要，以后你就会知道这其中的乐趣了。爹，你想要的都得到了，求你放了多伦好吗？我求求你了，爹！我跟他去天涯海角，我们再也不会柔然，没有人会妨碍你的万世基业的，爹！我求求你了，放了多伦吧！我不能放了多伦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会放过我。你想，我暗杀了他爹和他哥哥，他会接纳你吗？我跟多伦之间，现在已经是血海深仇了。你是我女儿，你的身上流着我的血，他会视而不见吗？你为了他拒绝了无题，你为了他单枪匹马穿越战场去了圣乐，你为了他甚至冒我之名去牢房救他。可是你所做的这一切的一切，能弥补我暗杀他哥哥和他爹爹吗？你为什么是我的亲爹呢？我的乖女儿，我知道你的心一直都放在多伦身上，爹理解。爹年轻的时候也曾经有过这样一段感情，可是爹要告诉你，感情不是最重要的，权力会带来很多快乐。爹现在已经是柔然的摄政王了，柔然的军政大权都在我手里，下一步就是登联汗位。相信爹，跟着爹，你会慢慢的把多伦忘记。爹期待着和你一起治理天下。我不！我的好女儿，你为了多伦去告发你爹，爹没有怨言，因为你是我的女儿。不过你向谁告发？可汗在墓里，多伦在死牢，那提还那么小，他能对爹怎么样呢？你太可怕了！来人，小姐累了，送她回房间好好休息。是。去吧。建春门，不
不知道这个剑春门和你记忆中的剑春门有什么不一样的？10多年的岁月已经过去，没有什么事情是不改变的。不过重要的是，我回来了。进去看看。怎么样？很熟悉吧？太华殿，这些都是你曾经拥有过，后来却失去的东西。这些都是我的。这里虽然现在十分空旷，但是6天之后，这里将会非常热闹。除了我们柔然的文臣武将，还有来自近邻的恭贺你登基的使节，会将这里挤得水泄不通。到现在为止，会有多少临近周边的部族来参加我的登基大典？到现在为止，高句丽、契丹、高昌、高车、吐谷浑等邻邦，甚至连江南那边的刘宋王朝，也答应派使节参加登基大典。魏宋连年在征战着，争夺丰腴的江淮之地，他们本来就是死敌，刘宋一定不会放过这次攻击魏国的机会。你想想，如果有魏国皇室的人来，那就太有意思了。柔然不是有一个魏国的西海公主吗？哦，对。喝水吧，娘娘，你这样不吃不喝会没命的。就让我随大汗去吧。娘娘，如果你也随大汗去了，死牢里的多伦王子也被金蚕子给害死了，那谁给大汗报仇啊？无语，我除了织布绣花，什么都不会。现在连这后账都出不了，就算我活下去，也斗不过金蚕子，也报不了仇啊！你就让我去吧。就算我们斗不过，可是总会有人斗得过他的。只要我们还活着，我们就能在旁边帮忙。只要我们活着，就肯定能看到老天爷把金蚕子收了的那一天。娘娘，起来吧。你的脸，大汗死了之后，我离面了。离面是什么意思？这是我们游牧民族的习俗，在自己最亲的人死了之后，就以离面的方式来表达内心的悲痛。大汗死了之后，我心里也很悲痛。娘娘，你不是柔然人，你没有必要这么做。贺红，你终于还是来了。我曾经在锦绣学堂见过你。你见过我？你在跟福陵王妃学习刺绣吗？哼！你让夺苏峰和顿珠把我找来，就想说这些？不，贺红，我想说的是，我们魏国百姓最希望的是和柔然百姓和平相处。你还记得和亲图吗？几年前在魏国，我是一名绣娘，当时我也参加了制造和亲图。那一针一线
都是我们魏国人的善意。我们希望柔然魏国永不打仗。和亲图不是被你们魏国人给劫走了吗？和亲图被谁劫走，到现在还是一个谜，但肯定不是我们魏国人。很显然，如果我们魏国人要劫走和亲图的话，那我们当初就不会用心去治，甚至用命去换。和亲图背后还有这么多故事。哎，你们说他们两个谈什么呢？审定有无，欲其虚实，随其事欲以见其志矣。什么意思啊？意思就是他们两个现在正在互相试探。战争爆发，我替父从军进了军营。替父从军什么意思？在魏国，女子是不允许从军的，而且女子进军营是死罪。被征兵的是我爹，为了救我爹，也为了国家，我顶了我爹的名字。你刚才不是说女子进军营是死罪吗？是啊，所以我就女扮男装。这也是我现在都穿着这样一身男人衣服的原因。你不怕死呀？也怕，但吃和亲图的时候，经历了几次生死，我甚至觉得自己这条命是捡回来的。再想到死，也就不怕了。我很幸运，在魏国军营里，凡是知道我真实身份的同伴们，都加倍的呵护和保护我。这也是我活到今天的原因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还真做不到。不过在盛乐的时候，我差点死在你手里。你烧丝绸车时，我正在车里。当时你看到我了？在丝绸车里，我就听见了你们的谈话。我知道，你是暗末将的，在盛乐城门口，我看到你们俩相携而去。我突然意识到，只有你是跟他一个方向的。从此以后，陪着他走下去的人，应该是你。当时我决定斩断情丝，与多伦再不相见，也再不思念。所有一切，全部放下。但是拓跋绍突然投奔了柔然，正企图登基称帝，分裂魏国。这样的叛国贼，任何一个国家、一个部族都不会容忍。于是我带着我的兄弟们来到了可汗王庭。柯洪，我不是因为多伦而来，但他却因我而获罪。我真心希望你能帮我救他。我知道诛杀拓跋绍还有救多伦这两件事都是与你父亲为敌。如果你选择拒绝，我不怪你，但如果你愿意帮我们，我答应你。我与多伦今生今世永不相见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不过我还有一个要求。你说。如果有那么一天，我希望你们放过我爹。我答应你。好，我都听你的。
参见太妃。摄政王大驾光临，有什么事吗？臣领衔筹备丧仪，一应事务都已拟定，请太妃过目。搁着吧，我回头再看。如果没什么事，摄政王就请回吧。臣今日前来，除了请安问候之外，其实还有一事要烦请太妃。说吧。10月初10是拓跋绍王子的登基大典，此乃柔然为国亲善之盛事，恭请太妃参加。10月初10，那不就没几天了吗？正是，拓跋绍王子在柔然登基继位，也是先王生前给予莫大期望的一件大事。现在只有请太妃代替先王参加。我倒是很想去，但是扶丧期间，遵旨应该回避一切庆典。太妃不必有此顾虑，太妃也是魏国的西海公主，若以此身份参加大典，那就不必拘泥于礼法。摄政王，你看我这个样子，能在大庭广众下抛头露面吗？你竟然离面！我最爱、最敬重的人被奸臣谋害，内心的痛苦、愤懑无处发泄，只有离面明志。多伦杀了大汗，有人怀疑你跟着逆贼暗通，甚至提议让你为老可汗陪葬。我倒觉得不必。但你至少要表现出诚意，我在百官面前才好为你说话。汉红小姐，你知道多伦殿下现在在哪儿吗？应该还在死牢里，就是我曾经被关的地方。没错，那里守卫森严，很难攻破。贺红，我们有没有办法进到牢里？没有我弟的令牌，谁也不能进去。我们可以去偷令牌啊！我可以试一试。啊，贺红，你有办法联系上福陵吗？啊，这个没问题。不过，我跟他的关系一直都不太好，就算我说是你让我去找他，他也不会相信我的。太妃，你怎么把锦绣学坛关了呢？这要问你爹去。太妃，昨晚我绣了一朵月季。我累了，不想看。你看看针法绣对没有？这是谁绣的？不是我绣的，那是你绣的。这是花儿锦独创的乱针。你怎么会有木兰的绣品？我不光有她的绣品，还有她给你的口信。什么口信？他说要不惜一切代价诛杀拓跋绍，同时还要救多伦，希望得到你的帮助，帮他寻找机会。木兰居然还在柔然。他说没有完成诛杀拓跋绍的使命，绝对不会回魏国。等等，你是金蚕子的女儿，我凭什么相信你？你们的奸计是不会得逞的。连花木兰都信我，你为什么不能信呢？你确实比他差得很远。暮云，送客。贺红小姐，请。思娘死后，云姨说：“福陵，以后我就是你的亲娘。以后你就把我当成你娘。福陵，以后我就是你的亲姐姐。”真的是木兰派你来的？可是，你跟木兰
你们俩怎么会一起联手呢？如果不是为了多伦，我绝不会和他联手的。为了救多伦，我什么都愿意付出，何况与花木兰联手呢？好，我相信你。6日之后的10月初10，拓跋绍就要登基。多伦的死刑不也是在10月初10吗？是。摄政王，你要的东西已经送来了，让他们进来吧。是，摄政王。是什么东西啊？是你梦寐以求的东西。哦。哈哈，难道是龙袍？怎么样？你还满意吧？很美，但这美中不足的是，美中不足，还欠一朵心仪花。我从来没听说过龙袍上绣心仪花的。我做这个皇帝，一定要绣一朵心仪花在这龙袍上。为什么？摄政王，我们为这心仪花付出的太多太多了，所以当我们梦想成真这一刻，怎么能少得了这重要的心仪花呢？你说的对啊！你们2个把这个带回中原，加上心仪花。摄政王殿下，来不及了。这件龙袍是我们在魏国的丝绣作坊偷偷定制的，如果要加一幅心仪花，一来一去至少得1个月。不行，6天之后王子就要登基了。但如果不算加绣的时间，仅仅路上就要耽误6、7天。要是咱们柔然有人能绣，那该多好啊！整个柔然没有1个人能绣得出来。不，有一个。柔然不是有个魏国女子，是天下第1绣女吗？哼！什么？都在10月初10？对，这些都是我打听到的消息。好了，各位，我先回去了。贺红，谢谢你。你别这么说，多伦也不喜欢拓跋绍，我这么做是为了多伦。多伦知道了，他一定很感动。不需要。走，进屋商量一下。花虎，这贺红可是金蚕子的女儿，她的话不能完全相信。不，贺红是我们的朋友，我相信他。现在最重要的是，6天之后拓跋绍就要登基，我们一定要在他登基之前杀了他。对，绝对不能让他得逞。花虎，我仔细想过了，我们可以做一架大弩，300步开外的目标都可以一击而中。就算我们大弩做成了，我们到哪儿去找拓跋绍？他现在一定非常谨慎，行踪绝对保密。我们可以在可汗王庭等，他肯定会撞上来的。你们说的这种大弩，我们柔然也有，是可以击中300步以外的目标，但是不要忘了，这里是草原，草原风大，距离太远的话，目标会偏离的。哎呀，老天爷呀，保佑那天风和日丽吧！靠天，靠不住的。我们现在唯一能靠的，只有我们自己。我倒有个主意，可以效仿当时在圣乐城外偷袭夺苏风营的方法。对呀，我们可以用火攻的办法，把油包扔到围墙里面，烧得他拓跋绍团团转。这笔账我迟早会跟你算的，那是以后的事儿。别吵了，打仗可以火攻，但是诛杀拓跋绍一定要精准，一击得手。参见太妃娘娘，在下奉摄政王金蚕子和拓跋绍王子之令，特地邀请太妃前往登基大殿，
面见拓跋绍王子。这是摄政王的名帖。拓跋绍找我什么事？王子没有明说，只说太妃去了便知。那走吧。请。侍女不能同去。这是我的贴身侍女。摄政王与王子交代过，只请太妃一人前往。那不行，当年大汗让我服侍太妃，千叮咛万嘱咐，无论任何时候、任何地方，都要照顾好太妃。有我们保护太妃，不会有任何问题，请太妃放心。你，雾云，把名帖给我。走吧。你是谁？太妃福临。福临？为何要这身打扮？我现在的身份是寡妇，在柔然，寡妇是要身着黑衣长衫的。那为何要蒙着脸？我已离面。把面纱摘掉。大汗虽然已经死了，但他还是柔然的可汗，我还是柔然的王妃。魏王人的脸，岂能随便示人？现在就你和我两个人，在我没有登基之前，为了安全起见，没有人能蒙着脸随便出入。把面纱取掉吧。好，不过，据说看了魏王人的脸会不吉利，难道你不怕？说起来，我也是死过几次的人了，有什么好怕的？福临，你以为你把脸划成这样，就可以不用来参加我的登基大典？哼！告诉你，别以为我不敢动你，连老可汗和拓跋焘我都敢下手，更何况一个什么太妃？哼！大汗之死，难道你也有份？你不觉得他的死很像罗昭和春愁吗？
你这个畜生！傅灵，答应我一件事情，完成它，我让你走，回你的五峰。什么事？帮我在这龙袍上加绣一朵心仪花。为什么？我因为心仪花失去过一切，现在我要让心仪花为我见证，陪着我登上这王位。行，好，绣出这朵心仪花，一定要像这条龙一样有气势。我可以做到。不过，距离你登基也只有6天，在这6天之内，我又要选丝，又要配色，那肯定来不及。那不行，6天之内，你必须把绣好的龙袍给我送来。拓跋少，你娘也是绣娘，更何况你也跟我们在五凤谷待了这么长时间，你应该知道，在6天之内完成这么大一朵心仪花，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。不可能啊？没有不可能，我必须要这朵心仪花。就算你杀了我，我也赶不出来。我不管，你自己想办法。如果有帮手，也许还来得及。那就快去找，快找帮手。我在柔然也开办过锦绣学堂，教会柔然女子织布绣花的本领。只可惜，现在锦绣学堂也被你们封了，大家也都散了。现在去找帮手，应该是很困难的事。你需要几个帮手？至少6个。好，我马上写一份诏令，贴满柔然的大街小巷，重金挑选秀女。到时候你再从中挑出几个出色的，不就行了？你是让我进去一下吧，我就看看他，给他送点吃的，通融一下吧。贺红小姐，没有摄政王的令牌，任何人不准进去。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！我告诉你，今天你要是不放我进去，我就跟你没完。贺红小姐，我要是放你进去了，这是死罪啊！你要是不放我进去，也是死罪。放不放？你杀了我吧！贺红小姐，滚开！摄政王殿下，贺红小姐现在在牢房门口又吵又闹，她非要进去看望多伦，我们都快拦不住了。净给我添乱！殿下，我们该怎么办？他们有几个人？他的侍女和几个侍卫。只能让他一个人进去。是，殿下。贺红又添麻烦了吧？哼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管自己这个女儿啊，怎么跟她说？她就是喜欢多伦。哎，你就不担心贺红把多伦给放了？你放心，我吩咐了手下，除了我和我的令牌，就算是纳提可汗亲临，也不能开门。可是你刚才已经允许贺红随便出入了。他没什么本事的，他只是看多伦活不了几天，想去尽尽心，就让他去吧。我担心的不是贺红，我担心的是木兰会借此营救多伦。你是说，他会与花木兰联手去救多伦？哼，那是不可能的事儿。哦，摄政王为何如此肯定？你觉得
我会和你爹联手吗？嗯？你要有事就叫我们。多伦，贺红，你怎么进来的？你忘了我爹是谁呀？你爹允许你来看我。我在外面大吵大闹，他拿我也没办法。谢谢，现在我一口都吃不下。不能不吃东西啊，多伤身体啊。来，这是你最爱喝的马奶酒，喝一口吧。你别笑话我，我绣了1个月呢，你看手上还有好多口子呢。我笑，是因为我觉得你绣得很好。真的吗？你看那花蕊，绣得这么光亮、立体。浩红，你知道你爹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杀我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会把我当成诱饵，吸引木兰过来救我。所以你一定要转告他，叫他不要管我了。一旦诛杀了拓跋绍，赶快离开柔然。好，我去转告他。但是就算他不管你，我也要管你啊！我爹的令牌在柔然可以通行无阻，只要我能偷到它。浩红，你以为你爹对你毫无防范吗？他是我爹呀。他是金蚕子。金蚕子知道贺红深爱多伦，他一定会对贺红早有防范。那贺红这条线就没有用了。不，金蚕子可以推断贺红一定会救多伦，但他肯定想不到我会与贺红联手，所以在诛杀拓跋绍这件事情上，贺红还是可以发挥相当大的作用。那多伦呢？你整天想的就是诛杀拓跋绍，多伦殿下怎么办？金蚕子也一定会料到，你我一定会竭尽全力营救多伦，所以他会将多伦布置成诱饵，暗布陷阱，引诱我们上当。就算是陷阱，我也必须要跳啊！你的这种想法也一定在金蚕子的算计之中，他正等着你自己往下跳呢。那怎么办？我们可以将计就计。明天一大早，你带上你的人，到牢房附近再仔细侦查一下，务必要。花狐，路子回来了。花狐，柱子，怎么样？有没有打探到什么消息啊？我有样东西要给你看。什么东西？进屋再说吧。好。书生，我的意思你都知道了，你跟夺素风接着说。好。走。花狐，今天下午可汗王庭突然贴出的这个。太妃要挑选擅长织绣的女子入宫赶制龙袍，入选者有重赏。这龙袍一定是为拓跋绍赶制的。花狐，你不是一直想找机会接近拓跋绍，现在机会来了。这倒是个机会，可这告示上说了，太妃只招收女子。你……对呀，一定是你女扮男装太久，自己都忘了自己是女子吧？是啊，我都把自己给忘了。花狐，只要你换回女装，没有人比你更合适。贺红刚跟福临接上头，就出了这张告示，这一定是福临特地为我争取的机会，我绝对不能错过。柱子，你现在立刻连夜去帮我找一套柔然女子的衣服，明天一早我就去应征。好。花狐，还有件事你要想清楚，现在你的身份只有我和铁匠知道，一旦你换回女装，所有人就都知道了。我怕按照魏国军法，女子进军营是死罪。即使我们诛杀拓跋绍成功了，你还是难逃一死。柱子，现在的情形顾不上这么多了，现在是任务要紧，以后的事
以后再说吧。现在最要紧的是，赶紧跟茯苓接上头。可是，去吧。鱼，柱子，你去哪儿了？花狐，你拿的什么东西啊？哎呀，花狐啊，找到了，都在这儿了。哎，你们在干什么呀？不准进去。搞什么呀？神神秘秘的。就这么长时间，到底在干什么呀？你真的不能进去？为什么？你们到底在干什么？你别忘了，在铁血队里，我的地位应该比你重要。你让开！花狐，花狐啊！花狐怎么穿这样？花狐，他怎么穿这衣服？哎，他怎么变成女的了？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？你到底是谁？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？说声，瞎说什么呢你？你别胡说。好了，大家都不要吵了。男人女人其实并不重要，我们的身份都是士兵。就像我们穿的衣服，有的时候盔甲是我们的战袍，但对于这次特殊的任务来说，我身上穿的女装就是我的战袍。书生，我现在马上要去可汗王庭，营救多伦的任务就交给你了。我们铁血队一定要和夺苏峰精诚合作，不分彼此，营救任务才能成功。柱子，花狐，你继续在可汗王庭后帐埋伏，如果有什么问题，我和茯苓也知道到哪儿找你。好。铁匠，你和柱子全力配合书生和夺苏峰，记住，你们一旦成功之后，立刻离开，不要管我。那你呢？如果幸运的话，我们在魏国柔然交界的河边碰头；如果不幸运的话，你们替我奏报皇上，花狐为国尽忠，死而无憾。花狐，柱子，回到五凤谷，告诉我爹，我没有给他丢人。过去的花狐，现在的花狐，花狐一直都是一个勇敢的士兵。花狐，好了，时辰不早了，我要上路了。你等等，书生，我知道你要问我什么。你猜的没错，我是女人。啊！精忠报国，不分男女。前几天听夺苏峰和贺红叫的花木兰，我就在奇怪，是在叫她吗？这花木兰听起来很像一个女人的名字，想不到她还真是个女人。都安静一下，有6个人被太妃选中了，下面我念到名字的就站出来。哎，站住！这些是什么人？这些绣娘是去为拓跋绍王子赶制龙袍的，也是摄政王和拓跋绍王子特准的。这是他们的手谕。
摄政王有令，对这些绣娘必须严加盘查，以防有人犯上作乱。来人，走。是。你们别乱来啊！放心，只是搜身而已。启禀侍卫长，搜完了，没什么发现。进去吧。走吧。等等！你们这是干什么？都已经搜过身了，还想干什么？我怀疑有些人混进了你们当中。这怎么可能啊？他们都是柔然人吗？都是。拓跋少王子，如果你再耽误时间的话，你的龙袍恐怕就来不及了。走吧，我们进去吧。殿下，摄政王还等着你呢。走。娘娘，太妃娘娘，6名秀女都带到了，都到齐了。你们其中留下一个，跟我把龙袍平整好。我看，就你吧。是娘娘。达王。是娘娘。你把其他人带到后面去，把王庭的规矩跟他们讲清楚，再把他们带过来。跟我来吧。贺红小姐，今天怎么不管我要令牌了呢？谁敢跟贺红小姐要令牌？哼，算你识相。太妃在不在？在里边呢。太妃，我又来了。木兰，绣个龙袍了不起呀，我还不学了呢。顿珠。是小姐。我们走。福临，这龙袍是怎么回事？拓跋少在5天之后登基当皇帝，他要求在龙袍上加绣一朵心意花，于是我就想到，只有召你进来，才有机会跟你商量。所以我就同意帮他绣心意花。他也知道我一个人在5天之内完成不了，于是他就答应我在柔然挑选秀女。那你什么时候还能见到他呢？心意花绣好之后，时候就来不及了。我们必须在他登基大典之前杀了他。那样才能解决魏国后患。可是我们连他都见不到，又怎么能杀他呢？太妃娘娘，暮云，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花木兰。木兰比我们勇敢能干。如果说有人能杀金蚕子跟拓跋少，那就只有木兰了。暮云见过木兰姐姐。暮云，很感谢你的帮忙。只要能杀那2个奸贼，为大汗报仇，让我做什么都愿意。会有任务交给你的。对了，福临，你还没告诉我，你脸上怎么也总蒙着一层黑纱呀？木兰。怎么了？自从我嫁到柔然来，大汗一直对我恩宠有加，心里丝毫没有芥蒂，生怕我嫁到异乡，心生委屈。我从小到大，除了我爹我娘，就属他对我最好。虽然当初嫁给他事出无奈，但是后来，我从心底真的把他当成我最敬重、最依赖的亲人。
现在他遭奸贼所害，我却无能为力，唯有用这种方式，才能减轻一点自己心里的痛苦。傅林，太妃娘娘，你和木兰姐姐站在一起，身高个头都差不多。要是木兰姐姐也戴上黑头纱的话，我还真分不清谁是谁。傅林，你去见拓跋少，试穿这身衣服吗？是。太好了。